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朋友们，节日好！首先，我很荣幸呢，能为您主持今天盛大的节日活动，对您的热情参与表示最诚挚的谢意。说什么不让我主持？为什么？我太胖，要美女主持。我们今天呢，确实有一位女主持，美不美？大家看过以后就知道。有请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朱迅。谢谢，么哒么哒么哒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，我叫朱迅。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在路上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小心安全啊，一定。朱迅到南昌以后有什么特别的印象？其实。如果简单的说我对这里的感受，那就是2个字：漂亮。我们昨天来到这里，发现这里被青山绿水、鲜花所环绕的，那真是叫漂亮。特别是今天现场，你看几万朋友啊，都穿着这么漂亮的民族服装，也是2个字：漂亮。让我们最感动的是，大家每个人脸上的这样灿烂的笑容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那样真诚的笑容，这才是最漂亮的。我们昨天下午来到拉祜山乡，在我们印象当中，全城的老百姓应该是倾城而出，夹道欢迎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都是载歌载舞的，让我们一下子融到了音乐当中，融到了你们中间。在此呢，请允许我代表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组的全体同仁，对各位的善意，对各位的热情表示由衷的感谢。我给大家鞠一躬。谢谢。而且我还学会了一个词，就是一到这里就学会了打架。打架就是不是学会打架，不是打人的意思啊，就是开心高兴的意思。我们今天这么多朋友在一起打架，就一起高兴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朋友们，你们说朱迅说打架说的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打架了。哦，是一起打架。今天呢，我想这个舞台的话，一定给你留下了特别的印象。是的。我们这个竞赛场地的设置呢，就犹如一条悠长的时空隧道，象征着漫长的这个拉祜的迁徙历史。我们的参赛选手呢，从南昌出发，沿这条线路，最后到达我们这个舞台中央。这就是传说中拉祜族先民诞生和生存的地方。拉祜语说呢，就迷你都库，意思为黄土高原。据专家考证呢，在今天的青海、甘肃一带。是的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这个舞台不光是展示艺术的舞台，展示歌声的舞台，而且是竞技的舞台啊！大家记住了，我们有2支队伍，一支是红队，一支是蓝队。这2支队伍要经过7个项目的角逐，最后分出胜负。我们得到的不是奖牌，是什么呢？非常可爱，是葫芦。我们要看看哪支队伍得到的葫芦数量多，谁就是最终的获胜者了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2队登场。你们在哪里？哇！红队的是南昌一中代表队，跟我们挥挥手。红队。蓝队呢？蓝队是南昌县民族中学代表队。加油，同学们！我们这一场的比赛规则呢很简单，就是选手呢通过这个各个障碍到达舞台中央，然后从我们身后的钥匙箱里呢取出钥匙，打开葫芦门，看哪一方先把葫芦门里的扎迪和纳迪赢出，就为胜方。在这里呢，要请这个2队的同学呢注意，我们这个钥匙箱里的10把钥匙呢，只有2把是正确的，能打开葫芦之门。可以说，这是一场实力加运气的比赛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讲，我看到我的那个横标，谢谢你们，太好了啊，朋友们。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第1轮比赛了。这第1轮比赛啊，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，它是来自于非常美丽的一个传说。传说天神造了天，造了地，同时也造了世间万物，并且种下了一个葫芦的这个种子，葫芦渐渐成熟，孕育出一男一女2个人。
一个叫做扎迪，一个叫做拉迪。那么葫芦成熟的时候呢，我也听说啊，是小米雀和小老鼠把葫芦咬开之后，拉迪和扎迪才走出来的，这就是拉祜族的祖先了。那么我给大家透露一下，我刚才看见扎迪和拉迪了，真的是非常英俊，也非常的漂亮。谁能把他们请出来，就要看各位了，好不好？我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红队、蓝队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士气十足啊，那赶快开始好不好？行。好，那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比赛开始。小老鼠快跑！现在我们看的是我们双方的队员的。我们两边的啦啦队可以给他加油！哇，小老鼠已经跑过来了。蓝队的小老鼠一过来让。啊，那个小老鼠跳到了池子里面。加油啊，我们双方队员。这个箱子里有钥匙，只有2把是可以开门的，里面有10把钥匙，只有2把是可以开门的。慢点，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哇！加油！太可爱了，赶快试。拉迪和加迪就在门后哦。我们双方的队员加油啊！小米雀、小老鼠，哎呦，跑得好快！慢点，小心啊，不要摔倒啊！红方的队员加油啊！啊，现在我们看到是红方队员的小米雀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了。我们小老鼠真的很棒，其实我很欣赏这种助人为乐的这种精神哈。我们再加一把油，马上就好了。朋友们，给他加油好不好？你不管小米雀了，小米雀好可爱啊，这样跑上来啊！小米雀慢一点啊，小心脚，哎，加油啊，加油！哎呀，加油加油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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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箱子里有10把钥匙，只有2把是可以打开门的，所以要看看运气了。哇！红方好，现在我们扎迪已经出来了，俊男靓女，谢谢谢谢。现在我们的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蓝队用时是1分32秒16，恭喜蓝队，我们鸣钟吧。红队用时是3分20秒51。哎，我们现在加油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一场呢是蓝队获胜。现在有请李小姐为蓝队呢挂上2个小葫芦，同时呢也为红队挂上1个小葫芦。